運輸署一個係1蚊都唔需要嘅客運營業證一個牌啊，而家咧可以俾人炒到20萬甚至30萬㗎。我覺得係運輸署而家製造緊個機會俾佢哋透過呢一方面去揾錢咯。大公司係越嚟越大，細公司係越嚟越細。限制某一啲嘅財團擁有太多嘅牌。林漢傑一直做開旅遊巴司機，04年頭決定自己做老闆，但資本有限，只係買咗一架旅遊巴，以接載自由行旅行團為主。之後自由行興旺，生意多咗，林漢傑買多一架，但運輸署嘅新政策加重佢呢啲小本經營者嘅負擔。變化好大啊，因為負擔重咗啦，即係個成本增加咗啦。新措施未實施之前呢，即係一買，淨係買架車。個牌照就咁轉名嘅啫，就唔需要話俾任何費用啊嘛。個措施改咗嘅時間咧，我淨係承接呢個牌照已經要35萬到40萬啦。咁變咗我個經營成本同埋我個資金我咪要多咗咯。但係我有生意，我唔做又唔得。運輸署喺05年4月收緊非專營巴士嘅發牌制度，新政策要求申請人買現有嘅巴士，避免巴士數量大幅上升。對於業界嚟講，新制等同唔再批出新巴士，所以令到市面上同一型號嘅巴士價錢一下子飆升20至40萬不等。對於業界嚟講，呢筆費用就係客運營業證嘅價錢。天祥